稍等吼，我设定一下。今日读教会公布的倒位呢？顶回甲第六期读煞吼，安尼今仔要读第七期。奇怪，咱无第七期。我看，教会公布第七期，第7、8、9 3期拢无吼。好，安尼就只好来读第10期啊吼。好，来设定好，时间时间多够吼。好，歌咧听袂要紧吼，我知影大家咧上班吼，无方便。来，好，开始咱来读教会公布第10章吼，迄当中叫做第10章啦吼。因为第7、第8、第9，无，我毋知影为虾米吼，无收入来吼。公司12年4月，教会消息。理论庄遐个人较侪是姓李的，有诶姓赖，人是较少，也较无势力。近来有一个姓赖来甲阮讲，伊甘愿将因遐一间厝卖阮做礼拜堂，因为因迄时拢无爱阻挡即个代志。也有讲，迄间厝，阮若要修理自集礼拜，后来若有啥物搅扰的代志，伊的确要担当。现时，涂先生去阿猴考传道，通煞问起即个代志。理论庄我记得，敢若有看过吼，伫咧云林迄豆落去食吼。搁互我搁查一下吼，袂记的，就搁查一遍啦吼。理论，可能是即嘛理论乡吼。伫云林落水溪，伫落水溪边啦吼。应该有我溪边吧？伫落水溪的南岸嘛吼。理论，我毋知是读论无吼，因为阮即只啦，一字是读论啦吼，顶头一字山哩，即我查一下啊，监理典。
是论的读法。读论、拢会使吼。第5声、第7声吼，读论。阮即遮有一个所在叫做导论吼，啊，就是读导论，就是读第7声啦吼。好，理论针吼，伫分林关吼，分林关论背甲西螺的北边吼，论背东北，就伫咧论背甲西螺中间吼。理论即摆叫理论乡。我看一下即个所在的介绍。Wikipedia。结果我今仔日网络来遮尔慢，试一个等足久。哇，真正是台湾府志、侏罗县志等等文献资料，以及荷兰统治台湾时期以及明治时期，拢无汉人屯垦利润地区的记载，所以利润地区的开拓应该是对康熙40年开始。好，姓李，即只讲姓李姓赖啦吼，Wiki 是无讲到这啦吼。乡长拢姓廖，对第1任甲第7任拢姓廖吼。哦，到尾有一个叫做江东营。乡长叫江东营。好，这是理论证啦吼。教会消息理论证 ，OK， 咱搁继续来看。前大会的时有设一个法度，讲逐教会的兄弟要设小额5万。公会帮赞伊的所费，因上少着出半年的薪金，将因所要出的着带来府城交牧师，或是做1摆，或是做2摆。但阮伫想，即个法度着放回去。取消就对啦。后来兄弟若要设学，爱公会三帮，因着量早来参选议论，看要请什么先生，要教什么册，阮就通想看会做伫。会做伫互公会帮赞啊未吼？过来后一条，即条特别唐人字的月报是遮个，歹势吼，毋是特别吼，即条特别卖啦吼，卖唐人字的月报是遮个。华佗新报每年着2角半银吼。华佗新报，即个华佗是即个华字，我无理解吼。我查一个华是啥物？华佗。OA 第7声，
遐厝叫做活图是对一个，无呢，拢无呢。纬度啦吼，另外即种，即应该是文言读法叫做画图，我毋知是毋是即个画图。即叠伫卖唐人字的月报是遮的吼，画图新报，每年着2角半银。小孩月报，小孩是毋是囡仔？每年着角字银吼。万省汇报歹势，万省汇报，万可能是讲即个万省应该是可能是讲福建省啦吼。万省汇报无确定吼。每年着角字银，因为前所算的钱项有时无明白。当爱设一个法度，以后人若要买，着大声将价钱寄来交阮，才有定额。才有定额，即个定额什么意思？定额，TIANN 第7声额 ，GIAH 第8声定额，固定的小额是毋是？家己无收。做台语。定额竟然所有的书店拢无吼。定额，这是第几啊？配置65个哟。第10张的这个正手评价吼，因为前所算的钱项有时无明白吼，当爱设一个法度，以后人若要买，就是可能是退会友订即寡唐人字的月报啦吼，可能钱算了无甲拄好吼，所以讲以后人若要买，着大声将价钱寄来交阮吼，钱先寄来吼，才有定额吼。好，即个定额我毋知是毋是确定的数额、小额呢，还是讲定，还是讲要定迄个数额，才有定额，才有去定迄个小额吼，无确定。不论伫时寄来，对迄叠钱到算去，这句是啥物意思？对迄叠钱到，对迄叠钱到算起啦吼。所以对钱收着才开始算起吼。要将因所买的月报寄到12月续，互人吼。前年所买的额算到今年4月为止吼。
即碟有寄钱来要买的，通对5月算起。若有人检采有反腐要买，请因着煞寄钱来，阮则要将月报寄去互因。好，这是台中即个月报，看过就好。后一页。真难得，今仔日，阮奇怪，三年我有甲你设做迄个主持人，为虾米你搁伫楼骹呢？无理解。好，今仔日读教育公报第10期吼，因为7、8、9无收啦吼，错无。第10期，过来后一页第66页吼。将全合会，将全合会，合会技术略史。即个将全合会是将全联合会是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毋知吼。好，咱甲继续看咧。救助降升186。救助降升186，西国3月初3日。哦，头前这救助降升是伫纪年啦吼，意思是耶稣基督出世了后186年吼，西国3月初3日，就是中国的丙戌年吼，丙戌年吼，丙戌年啦吼。伊是哩是读戌吼，即个戌哩，戌啦吼，应该是读戌啦吼。申有戌啊，辛有戌亥吼。哦，1886年吼，伊讲是丙戌年正月28日，顶晡9点半钟，将全合会聚集伫鼓浪屿吼。福音堂，在会议事的人就是英国的牧师马约翰、三雅各、文显理、罗东亮，甲本地的牧师林正辉。柯家辉，还有周志德、戴秀文吼，陈条久，以及逐堂的团队，共有19人。会士共有21人。会士是啥物件？会士，会士共有21人。士是对一个士啊？士 ，SU 第三声会士。
会数，我即摆咧查即个数哩，看是对一字中找干字典，无看到适当的字啊。完全无一个适当的字，我毋知即个会数是讲啥。会数21人吼，会数共有21人，三角字集三日的久，单调久做主理，带众人礼拜，读圣经，劝大家明白。明白就是结束了吼，劝大家明白。后来就议论教会的事，其中有会着苛刻的，有会着苛刻的，就用温和来勉励伊；有会着安慰的，就用自心来安慰伊；有会结做好果子的，就替伊感恩无煞；有诶，互袂有照避有诶好袂有诶好袂有照避的，就补伊诶无够。大家同心合志大家同心合志，无毋是深深羡慕。归阳光互救主来扩大伊诶教，呾将教中诶人业甲缘就是无诶款，无诶钱啦吼，无来诶钱，摆咧伫下面。直接加即个人捐钱诶，直接写。将全互会属的教会共有23间，讲道堂也有18个所在。前年入教的男女共有968人，去年接入教会的共有710人。靠过往甲激出以及刷去别位的以外，就是靠除一寡啦哈，靠除进前过往甲激出哈，激出就是甲赶出教会，以及刷去别位的以外哈。全年加添失业只有67人，合前年总共教内的人业有1035人，囡仔领洗礼有427人，求入教的有500外人。教会义学吼有16间，读册囡仔有170人，传道员甲杂费以及教友另题的另外题就是另外管的啦吼，价共有3500箍较加。对安尼来看，阮袂免得一边，阮袂免得一边忧闷，甲一边欢喜。所忧闷的，就是阮无尽本分，以致人业加添无多。有通欢喜的，是上帝无放杀阮，也有加添淡薄人业，
伫教会。阮看即个消息的人，着退阮愿看即个消息的人，即头前即个是愿吼，着退阮祈祷，求上帝赏赐圣神的才能，互阮会尽忠着磨吼，阮会尽忠着磨，则免得辜负基督的所托重吼。好，迄碟好会的时，讲即个江泉好会吼。三先生回复，所以会对这是三先生回复的内容的款吼。这个三先生头前应该有讲到这，应该是三雅各啦吼，伫这个进前一段吼，讲迄个英国牧师其中一个叫三雅各吼，所以三先生回复就是会对即个过来要读的即个内容。8:55，歹势，我摕一下水来啉者好。三先生，好，咱来读三先生回复内容，就是记伫下底遐个吼，是因为伊参陈先生有去北溪几若所在，有去北溪几若所在，即个北溪毋知啥物所在北溪吼，北溪 PAK 第四声北溪，北溪我查一下看查会着即个所在北溪。这应该是西南地区啦，吼，毋是台湾。江泉后会嘛，吼。北溪应该是台北的北啦，吼。台北的北是刻伫后壁，所以无变调吼。刻伫头前都爱变调，变北溪。北溪竟然去找着迄个北溪2号吼，伫欧洲的油港。是这啦吼，北溪北溪是伫咧河尾遮呢，云林县河尾。OK。我甲陈先生两人去顺北溪六间的救世堂，有对上帝求4项切要吼。歹势，头前吼，就是记伫下底遐个，是因为伊参陈先生有去北溪几若所在，望遐会得说教会吼，毋知是毋是头前讲迄碟好花的时，三先生回复吼，这北溪敢有可能是台湾吼？我毋知吼。
好，继续讲啦。我甲陈先生两人去顺北溪六景的救世堂，有对上帝求4项切要。头一项，这拢陈先生讲的吼。头一项为着逐位的先生，是爱因道德隆重教义通救人。上帝毋是无听，看几项做凭据。第拄着逐号的对德做先生的人，袂免想，当伫遮的太初的所在，着主什么代志要，着处什么代志要紧吼，毋是主，着处什么代志要紧吼，就是着互人痛悔罪，痛悔罪吼。有人爱甲阮佚佗，有诶爱侮慢吼。阮想着一发苦心吼，一发败劣人有罪的假释，毋通互伊拍算阮不过伫劝世。真正是人着定头生来归顺伫上帝，毋若知也着行上帝的代志吼。哇！这头前规个落长。这是好啦，这读过了。我这段我搁读一遍吼。头一项为着逐位的先生，是爱因道德隆重教义通救人吼。上帝毋是无听，看几项做凭据。第一项，拄着逐号的对德做先生的人，袂免想吼。这个袂免想，是毋是讲想后壁这代志？我看无介清楚吼，看无介有啦吼。伊这个句头安尼，无法度理解。当伫遮的太初的所在吼，这个太初是啥物所在？太初的所在，着处什么代志要紧吼？就是着互人痛悔罪，有人爱甲阮佚佗，有诶爱侮慢吼。阮想着一发苦心吼，希望伊痛悔罪，但是有诶是干若要来佚佗诶啦吼，有诶是要佚佗诶，有诶是爱侮慢吼。阮想着一发苦心，一发败劣人有罪的假释吼，就是拢拄着即寡人嘛是照常先甲人有罪即个假释先提出来讲吼，毋通互伊拍算阮不过伫劝世吼，真正是人着定头生来归顺伫上帝，毋若知也着行上帝的代志。好，后一页。教会部第67页第2项代志吼，就是迄个孙先生讲的4项切要的代志，其中第2项，看偌侪人爱问着怎样服侍上帝，就老实第一吼，就老实认真甲因吼，惊了阮有时得罪上帝，害人，是无要家己谦卑，苦心来
戆的人，实在着用浅的法，互伊就近先生，学死守礼拜日，起头家己勉强来守上帝的法，大家议论着安尼，也安尼行。第三项，也拍算着变通的法。设使夫君无人，设使夫君无人，着看通流仔分析教会，毋是加收费，毋是加收费，毋是加收费，不过加先生的着磨，因为生死着得着人。第四，也有用侪法，甲人交陪，甲伊议论逐项的利益，不管利益身躯，还是灵魂，安慰伊的心。但先生到拜列侪人归主，行德行，家己救，救别人的内力，对安尼人的心较快醒。第五项，有一项通奇怪，就是照所经过来看，虽然有文理的人，因得着救，毋是先生捌字，也是有啥物细谛，什么叫做细谛？细谛。第三声，第三声，无这个词。第四项也有用侪法，甲人交陪，甲伊议论逐项的利益，不管利益身躯还是灵魂，安慰伊的心。但先生到拜列侪人归主，行德行，家己救别人的内力。就也是看无救别人的内力，对安尼人的心较快醒。第五项，有一项通奇怪，就是照所经过来看，虽然有文理的人，因得着救，毋是先生捌字，也是有啥物细谛。细谛嘛是阁看无，查无是毋是无共腔口？细谛，查一个啊，出台语，看有收细谛。OK， 细谛敢若 Embry 有收讲是对应华文的事故细谛汉音段是啥 ？Worldly wisdom。Worldly system 就是对世界的智慧Worldly wisdom 叫做细谛，世界的世智慧的智。
说，worldly system 事故哦，华语的事故了哈，也是有啥物说伫？虽然先生有人互世间看轻，犹顾伊的敬虔谦顺，爱安慰教示伊，教示人吼，无毋得到功效。伫即所在，即号的先生有救得五六个食鸦片果的，互因免死。自细想，做先生的责成重吼，责成重就是责任重吼。欠用逐号的力，通拄对着，通拄对着吼。拄对着，拄是啥物意思呢？8:11，9:11吼，歹势，拄。拄就是走灭啦吼，是言字边一个姿色的姿吼，叫做拄吼。这是甘字典的解说吼。拄就是找人要害，或者是责备刑罚、伤害、毒气、走灭、拖累吼。这遮是要拄对着嘛，所以是走灭对着吼。拄对着吼，何况伫遮个生疏的所在，也着用忧闷，也着用欢喜拢总的方法来找失落的人，因拍算咱不好，万分圣人。爱模范做外国的奴才，毋过到时整理袂出，人会变换。即点因毋知真正有脱离罪的活路。脱离做活路，毋过上帝甲咱伫地所着经过，伊无毋知，无毋定着，咱着靠伊到极，祈祷无煞。即个是孙先生写甲落长。9:13，好，继续读啦吼，无看到啥物书特别爱解说吼，读个诚会到吼。论阮两人对上帝求第二项，就是互侪人得到救，这也无毋应验。第侪人在听道理，有诶无照所愿望，真好诶朋友，有诶毋敢认上帝，煞活远诶对着吼。毋过上帝用法，互因知见笑，阮也愿望因
白日搁归上帝。长人不知咬鸡翅，鸡翅就是取笑了长人不知咬鸡翅，教会人袂晓用好诶鸡翅来用。安尼侪人起头无胆，总是不论怎样，道理直直传，人直直听，也是该在若要讲山内诶人，若离开下门远远，搁互山互山隔开啦至到毋知人诶代志，真正有狗仔通哭，也通笑遮会生疏诶人，互教友嫌伊做菜猪，因为菜猪CHAI 菜猪，菜猪。菜猪生类，尼斯鲁他们是普通食的毋是做生类啦，是普通要食用的猪啦叫做菜猪啦你是要摕来拜神的啦，是要人要食的叫做菜猪。哇，菜猪伫倒？即时仔找无。菜猪，我对遮开始，就是五有一项通奇怪，就是照所经过来看。虽讲有文理的人因得到救，毋是先生捌字，也是有啥物事智啥物事故啦世界即个智慧。虽然先生有人互世间看轻，犹顾伊的敬虔谦顺，爱安慰教示人，无毋得到功效。伫即所在，即号的先生有救得5、6个食鸦片果的，互因免死。主细想，做先生的职成重，欠用逐号的力，通拄对得，拄则讲走袂对着何况伫遮个生疏的所在，也着用忧闷，也着用欢喜，拢总的方法来找失落的人，因拍算咱不好，万分圣心，爱无反，做外国的奴才。毋过到时情理会出人会变换，即点因毋知真正有脱离罪的活路。毋过上帝甲咱伫地所着经过，伊无毋知，无毋定着，咱着靠伊教激祈祷无煞奇怪，这个拄则拢读过论阮两人对上帝求第一项，就是互侪人得到救，这也无毋应验。
侪人伫听道理，有诶无照所愿望，真好诶朋友，有诶毋敢认上帝，煞活远诶对敌。毋过上帝用法，互因在应该是见效啦吼，这太薄去吼。阮也愿望因别日搁归上帝。当人不持搞支持，吼，教会人袂晓用好诶支持来应，安尼侪人起头无胆，总是不论怎样道理直传，人直听，也是该在吼。拄则拢读过啦吼，我哪会读甲人规个戆去吼。若要讲山内诶人，毋若离开下门远远，搁互山隔开吼，搁互山隔，至到毋知人诶代志，真正有狗也通哭也通，有狗也通哭也通笑吼。遮会生疏诶人，互教友嫌伊做菜猪吼，拄则咧菜猪伫遮啦吼。遮会生疏诶人，互教友嫌伊做菜猪，因为大戇告急吼。拍算阮毋是人，无要紧，不过主诶路慢慢开。有人第二点吼。有人实在爱知拜上帝法，搁出力过因的歹心，毒性也有。即个过是改变啦吼，出力伫改变因的歹心，毒性也有吼。我捌听见人求上帝，互伊知罪改变吼，互伊知影罪通改变吼，改变，至到心受感激吼。也捌听求入教诶人出力招别人，教示因捌主。第三，有几名诶人已经名衰咧，也伫愿望别人吼。应该是愿望别人名衰咧啦吼。论阮两人祈祷，第三项是求上帝毋若救下顶个，也救上顶个人。当真正伫一两所在有拄着读册人、信学诶人来问道理，心归主也有吼。第四项所求就是小学话见啥来翻第4页。小学会建伫到前哦，到前就是会当起始完成啦吼。人无救到尽，学无实在诚，就是可笑。当伫侪所在，囡仔互歹人害，毋准伊读册，讲歹听诶话，直到斗诶恶行吼，直到即个学校啦吼，久拢无法度通去吼。到即点，犹佫愿望四经学吼，总是囡仔少，先生袂有拄好，搁爸母有人袂晓拜上帝诶宝贝。搁有诶是爸母无法度理解拜上帝宝贝吼，真正苦劝隆重读
遮个话的兄弟，毋通袂记你退北溪新的所在求上帝，互伊的旨意成。不管论做传道的人，还是得救的人，还是特定的人，还是小学的囡仔，恁若安尼动心，通望免惊上帝的国无到伫岭南州。岭南州是啥物所在？江平、陵阳甲远近的所在。江平、陵阳，这应该拢是你讲福建遐个所在啦吼。我这读过就好。过来是苗族文达，接续第9章61面吼。苗族文达。哎呀，苗族我查一下吼。BIAU 第7，这个苗应该是鸡苗的苗啦吼。苗族，这个族是对是族，毋知吼。苗族文达，传道的近我来问苗公公，点烛烧香是啥物意思？苗公应讲是表明伊的诚心敬意尔。9:26分，阁4分钟吼，读到对，算到对吼。传道的讲，诚心已经伫高达会查诚心敬意伫高达会查有啥物利益吗？苗公讲，毋是敬即个茶所雕的像，是敬即个像所附的神吼，所附伫顶头的神啦吼。凡来拜伊的人，拢得到伊保庇。传道的讲，果然有神附伫即个像吗？苗公讲是。传道的讲，既然有神附伫像呢，安怎互鸟鼠床空互狗遐车咒？床空车咒吼，这个车是啥物意思呢？车咒。CHIA，CHIU 第三声，无即个字，无车咒即个字吼。车咒。车咒。车咒，找台语嘛无车咒。我看这个车，含义点有啥物意思？车。车咒。OK， 甘字典有修车即字吼，讲是白车。白车啥物意思？
去乘车，就是乘乘的意思，叫做车吼。哇，即字足深啊哈！车，我小记下一个哦。车，仑背乡读仑背，仑背乡吼，歹势我读毋对吼。二仑乡吼，教育部字典，这拢是马文甲咱留的吼。我甲车字写踮遮吼 ，CHIA， 车定义是糖酒吼，糖秤的意思吼，糖秤。蹭，等下。就是酒啦吼，我用酒 ，CHIU 第三声。好，这个要留起吼，因为我毋捌学过吼。这是甘字典的规则吼。所以讲，安怎互鸟鼠讲即个，讲咧茶头五常啦吼？伊讲有神父伫顶头，有神顶头安怎互鸟鼠成空吼？互狗遐车酒吼？自身袂会家己保吼，家己都无法度保啊，家己都顾袂牢吼，要搁共保庇吼。菩萨袂保家己吼，要太会保万百姓呢？用会生的我的身躯。用会生的我的身躯去敬拜会败坏的土参茶吼，就是土罪五常甲茶罪五常吼。比拜旧蛇的搁较戆吼。这旧甲蛇应该是拢是讲伫咧涂骹咧说的啦吼。点烛烧香，既然无通变，若是拜生礼停酒，又是甚物意思吼？好，无讲的佫解说互听吼。已经9:32分吼，读到遮啦吼。68页的正手边第一段。读煞吼，好 ，OK， 好，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吼，感谢各位斗阵来读即个教育广播。好，安尼到遮我来开房吼，感谢各位，祝各位今仔日平安顺遂。